九巴嘅屯門公路小欖轉乘站啟用，九巴加派職員協助乘客。有乘客話喺轉乘站呢度轉車較為慳時間。轉乘計劃下嘅巴士陸續駛入小欖轉乘站。你而家嚟轉咩車？我而家想轉屯門一啲社區原本冇巴士直接出九龍，居民以後就可以搭短途車去小欖轉乘站接駁巴士出九龍，而且有優惠。有屯門三聖村居民話：以往冇九巴直接去尖沙咀，而家就方便咗。方便好多，譬如我哋尖沙咀都好好啦。260X 唔使行，唔使去到市廣場先可以轉到260X咯。有住喺小欖附近嘅居民話：以往要搭一程巴士去荃灣，再轉坐港鐵先可以出九龍市區，但係而家就可以直接喺轉乘站搭車去目的地。縮短好多咁樣，係啊，慳好多時間嘅。我諗起碼慳半小時以上喺呢度。不過有住喺黃金海岸嘅居民就擔心喺返工返學日嘅繁忙時間，巴士可能會擠迫。我想像應該會幾多人下咯，因為都屯門不嬲塞車個情況都大問題。我諗都要睇一段時間，特別是係啲小朋友開學之後，睇下個情況係咪真係咁擠迫。根據九巴屯門公路轉乘計劃第一期，坐屯門區呢4條短途線，就可以經轉乘站轉乘呢5條長途線出九龍，而只需要補回差價。九巴話新計劃之下，車程縮短，車費都比以前平。轉乘站有電子屏幕列出唔同路線嘅到站時間，乘客等車嘅時候就可以知道巴士仲有幾耐先會到站。呢一度係九巴第一個轉乘站，設有巴士到站時間預報系統。由於佢哋用嘅係衛星定位技術，所以都幾準時㗎。無線電視記者伍玉衡報導。